政府油价大起，美国联准会决定利率无改变，今年也敢若降息一届，台股盘中大震动，落超过600点。行政院宣布放另外一移工申请的条件，厝内底有12岁以下的囡仔，就当申请移工来照顾，就业安定费1次5000块。嘉义市一搭巷仔内发生火灾，因为现场真热，消防队刚来当抽水线拍火，一个60岁民众着伤，有13户烧害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9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这嘉义市透早4点外时，兴业东路这个巷仔内呢是发生一场火灾，因为这现场是真热，水灵车无法度入去，而且佮加上这导火的所在是茶房厝，所以消防队刚来当抽水线来拍火，是有一个60岁的查甫人着伤送病院，因为这场火灾计共受13户烧害去。消防人员爬去住体2楼抓水来拍火。19暝尾4点外的时阵，嘉义市兴业东路的巷仔内发生火灾，现场拢是大体厝的木造建筑，佮加上巷仔真个，消防局出动20台消防车甲55位警消人员，疏散者的住户计共18人。听到人个玻璃破的声，啊，无人咧讲话，我就是讲咧冤家，你知无？啊，一了外头尔就讲规个拢火啊！烧得了啦！好啦，上面啦，啊，都去下来都不忙啦，人若要去烧着就好啦。因为导火的所在巷仔内大台消防车无法度驶入去，只会当丢水线入来拍火，这拢是燃烧瓦的插座建筑，原本只有一边燃烧，最后连对面嘛开始烧起来。嘉义市消防局表示，这场火灾有13户来受损，有一名60多岁查甫受伤。这应该来，我们要有一个法规啦，在几米巷以内里面都不准停车了。哦。对吧？那消防车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进来了？这边啊，因为它巷弄比较狭窄，然后都是木造的一个建筑啊，所以它整个辐射热啊相当的大，所以说一开始啊，这个两侧啊，145巷的两侧啊，都立即的一个都有一个燃烧的一个现象。这场大火伫早时6点半之前就受到控制，消防局研判火的点燃甲这环境甲建筑材料有关系，详细导火的原因阁需要调查。嘉义市政府嘛启动安定措施，协助受灾户刷落来的生活需求。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另外，伫台南市东区的中华东路这个路桥呢，又搁传出死亡车祸啊！这是一个69岁姓吴的骑士，伊参隔壁的沙石啊车安尼烧落人全加入去车底。其实这个路桥呢，对2023年开始上无一档是死一个人，在地人讲这根本就是死亡陷阱。要那交通局是回应讲，会搁去勘查，再搁来检讨。对住户监视器画面当看到，这个69岁男性骑士要落桥的时，哪像是因为搞到路面上的物件，造成车身失去控制，不幸参隔壁的沙石车烧落，人加入去内底。因为迄阵拄好是下班时间，这个查甫人卡在咧车轮卡真歹处理，经消出动大型的吊车来支援，造成交通大塞车。那这路段常常发生死亡车祸，嘛引起社会大众的关心。刚完向北，为着安全。不要靠！真的是这个上路角，我觉得有压力。要分出来。你如果说，你如果说机车、汽车都一起行驶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那个风险呐。砂石车驾驶由东向西上中华东路路桥，与同向吴姓男骑士发生擦撞，骑士当场不治。砂石车驾驶酒测值为0。在地里长参加去拢讲，这条路桥的设计长久以来就有结构性的问题。要上桥的所在，车道偏矮，机车参大车伤济路，加上路桥面无实体的分隔岛，敢若靠标线来分紧慢车。其实这已经不是头一回出车祸，对2023年开始，中华路桥上无一档死一个啊。交通局回应，已经有部分改善车辆上桥烧死状况，但是伫路桥顶悬，因为跨度的限制，嘛无法度甲紧慢车道拢画出专用车道。外线道跟机车共用，所以也会有争道的情形。所以大砂石车它要偏外车道，所以跟机车会争道。都会因为车道的调整，比如说我们新增了左转车道之后，它逼不得已要做缩减，这时候可能又有一些争道的问题。如果没慢车道临近路口的时候，也容易跟右转的车辆产生碰撞，这部分其实我们交通设计上有一些两难。针对这单车祸，交通局回应，后续会配合警方调查原因，在地居民参里长认为，上基本的解决办法，嘛是爱咱铁路地下化工程完工，甲路桥拆掉，增加路面的跨度，才有可能彻底消除车辆烧济路的问题。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伫高雄凤山的中校派出所长中昼的时呢，有一个民众安尼雄雄公公走入来内底，讲因厝内3岁囡仔呢，规身躯拢软了，而且佮并白解。这警察随家开路，互伊原地15分钟的车程，3分钟就送到病院啊。即马这囡仔人已经平安，也那家属嘛真感谢。画面上一个查某人雄雄公公走入来高雄凤山中校派出所的值班台，无偌久就看到远景撞出来开车，警察车驶过对面路，就看到一个妈妈手抱3岁查某囝，囡仔已经规身躯翻软，唔知人。头摆拄到这种状况的妈妈，惊甲骹手麻皮皮喘，拜托警察斗3工。约到是不是？小朋友后续我们有打电话关心啊，他是说。医生是说有感冒，那有住院观察这样子啊，那生命部分就是恢复正常的。远景一路单警部放送车头前的车让开，原地对中校派出所到病院要15分钟以上的车程，警察敢若用3分钟就到位，让囡仔即时得到救治。不过警方也要提醒，民众拄到紧急状况，第一时间寻求警方的协助无唔对，不过上好也是爱用专业的救护车来护送才是正班。警方呼吁紧急状况时，警方可以协助开道，但是警车没有专业的救护设备。如果需要紧急救护状况时，能需拨打119救护车。家属讲，头摆当着囡仔叫拢袂见，佮并白解，真正唔知要安怎。第一个反应就是冲过对面的派出所讨救兵。虽然囡仔也咧待医，不过状况真稳定，实在真感激警方的斗3工。记者柯家族邱超勇高雄场报道。国道1号上北201.5公里，这个中华花坛这个路段呢，昨下晡是有一台面路破链去驶伫路径，而且伊的零件是安尼沿路落尾落去交流道，停伫中华市轮美路的一搭空地。这警察去甲搬载的时阵，发现这个驾驶呢酒测是有1.5，这是超过标准的。今马专案是照公共危险罪甲伊送办。这台面路驶伫路径，正手柄头前链已经破链，而且哪驶车零件搁沿路落。有民众拜三下晡伫国道1号上北201.5公里花坛路段，翕到这台车驶甲摇摇摆摆，就惊发生意外，赶紧报警。落尾这台车落交流道，停伫中华市轮美路一搭空地，看到这么危险的画面，民众表示，加在无发生车祸，若无后果不堪设想。买便当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救护车跟警察车啦，那时候大概几点？5、6点吧。我看到他在里面，那个嫌犯就坐在地上，一个老回阿伯就头发白白的啦。较危险啦，开主仔钱叫拖掉来，冒险为着省主仔钱造成着别人的困扰，搁造成着搁较大的伤害安尼会唔好。警方接到报案，赶到位发现驾驶全身躯拢是酒味，实施酒测发现酒测值1.5毫克，超过法定标准值。60岁驾驶醉甲唔知影人，甚至隔顿工才有法度做笔录。经警方接获民众报案后，前往查处，在彰化市仑美路一段一处空地发现该车，该驾驶人经酒精测定超过标准0.25毫克。本案后续依公共危险移送侦办。警方表示，目前无其他被害人，侦讯了后，专案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警方嘛提醒，借酒驶车风险高，唔但可能危害家己性命，嘛可能影响其他用路人，千万唔通靠势。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伫咧湘北地区呢，最近因为拖车甲人收几若万，是引起真大的争议。敢若台北市就有20件。警方调查发现，讲这业者呢是透过3间拖车的这个公司，承保几千块的计数，等这车主签约了后，才甲人花甲上万块，甚至威胁讲，若准无要付钱，安尼就要来扣车。目前这警方是抓到6个嫌犯，另外阁有一个已经滥工出境。地军警力部署分水真侪路所在，压清讲入去。对于负责人员工告司机，警方具体6个人到案，另外有1个人已经出境啊。这摆的查缉对象是进前引发争议的民间拖吊业者。101那边再到新生北，差不多7公里嘛。上车的意思是调上车1500，每公里30块啊。到现场在等的时候，开价是45783吧。警察说你先把车子放下来，他跟警察说不要，他们还没付钱，不要放。分析犯罪手法，业者一直用方法就是一个月开10万块去拍广告，互网站优先跳出来吸引车主点看。验过短几公里路程，用讲的报价几若千块，拖车拖完了后，其实变做上少的1万块起跳。为什么收那么贵的钱？
会不会良心不安？刑警倒兵正兵戒备，依照组织犯罪诈欺罪罪嫌移送。警方调查，非法集团以4撮查甫人为首，涉嫌靠3间拖吊公司互相分工合作，对车主乱开悬价。若是不爱付钱，就共恐吓讲有留底款要共扣车。去年加统计到即阵，总计有20个人报案，上悬有人付8万块。粗估不法的利益超过上100万，抑搁扣落来拖吊单，上少有50张以上，无排除更加多的受害人。这3间公司看似独立，那事实上呢，在翻译的联络或者是这些车辆的派遣上，有互相支援的情形。透过鱼目混珠，或是用话术的方式，来诱骗民众来跟他们签约，并且把一些高额的作业费用藏放在网站上不显眼的这个处所。唔拿地方业设陷阱，嫌犯也方指控伫合约书内底有揽这个合理的计销表，后来也加碰告，互车主较无戒心，叫人紧签约。不过对着直接的拖吊纠纷，交通部建议修法。我们先定出这个应记载及不得记载的事项，那预计下半年会提出草案。它可能会有一些项目的指引，但是确切的收费标准的话，这个恐怕还是要回到各个地方政府定。中央修法进前5大方法自保，就是详细注意合约内容、面卡费用的总价、对话暂停解录音。警方也建议需要选信用卡、保险特约，也是政府核准的业者，一旦拄到扣车乱开价，随报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这阿富汗一间戒毒中心呢，受到这巴基斯坦的空袭，塔利班政府讲有超过400个人死亡，昨也来举办一场告别式。虽然讲即马双边的冲突是还未收煞，也毋过呢，因为19暗开始就是伊斯兰教的开斋节，即马双方是同意暂时停火，也那联合国也表示肯定。阿富汗红星国会人员家一区观察公路车，准备要落座。因为这个8日暗时，喀布尔一大戒毒中心受到攻击，现场随便做涂石堆。幸存者讲，爆炸发生的时，规座建筑密密麻麻。伫个告别式的现场，家属指控，讲即种针对病院甲百姓的攻击，互因无通好搁再团圆。سیاست طفل این مردمی که معتاد بودن همشهری‌های ما به هدر وطندارای ما را به هدر نمی شفاخانه به شهادت پاکستان رسانده این ظلم از پاکستان از حال نیست که از حال باشه。针对这场百外条人命的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强烈谴责，讲根据国际人道法，医疗设备甲医护人员无论当时，拢必须爱受到尊重甲保护，而且要求进行独立的调查。因为19暗开始就是穆斯林的传统节庆开斋节，就算阿富汗甲巴基斯坦已经同意暂时停火2天，也毋过联合国呼吁停较久咧，才会当互紧张的局势降温。The Secretary General has called for de-escalation and the immediat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for parties to comply with international law. So this is in line with that, and we hope that the suspension during Eid will be extended. 因为阿富汗甲巴基斯坦封锁边境，超过70个装医疗物资的货柜是袂当入去的，互当地医疗体系咧要帮盘。佮加上附近的国家伊朗的冲突，原本当作是替代方案的运输路线，即马嘛袂当行。就算开斋节停火带来平静，也毋过伫个粮食安全恶化甲边境封锁的相当打击之下，阿富汗人民的苦难恐惊还阁真久。公司新闻陈伟玲、吴基昌编译。也那伊朗这时也有5位放弃这澳洲比赛的国家骹球队员已经回国啊。进前因就是因为伫澳洲参加比赛的时阵拒绝唱国歌，互人家批评是背骨啦。即摆这5位人放弃澳洲的比赛，外界认为讲有可能就是因惊厝内人受到威胁，才会改变心意。伊朗国家女子骹球队在背对土耳其经过80年间边境的关口转去伊朗的时阵，民众热烈甲因欢迎，佮送花互因。这个影片是伊朗的司法新闻网站，也佮半官方的通讯社发布的。自马来西亚阿曼转机到土耳其，才佮转到国内，因的一举一动，大家拢真关心。伊朗的媒体报道，伫这进前呢，有真侪位球员伫咧澳洲寻求庇护。除了2个伫澳洲俱乐部练球的球员，其他的拢已经转去国内了。这个月初，伊朗的骹球队伫咧亚洲杯首战比赛进前拒绝唱国歌，向批评是叛徒。到当时也无公开讲是安怎要安尼做，毋过伫后壁几场比赛，因拢有惊咧唱国歌，就烦恼讲长期会去用算数，所以澳洲政府互5个人会当庇护。毋过上后壁因嘛是改变心意，要转去咯。First time they did a national anthem. So pretty much following the day,
there was a threat message was coming through the media from Iran. And it was clearly was saying to them, if they're going to come back, they're going to be in penalty debt, or could be the families are going to be in a hostage. 当局讲，真正有3位寻求庇护的女球员已经决定要回去了，其中1位伫顶礼拜撤回庇护申请，刷的第4位嘛对咧做，16第5位嘛撤回。体育部向阵表示，因是以民族精神也个爱国心拍败敌人的阴谋，嘛批评澳洲政府是伫咧川普的场内咧弄草稿。若是伊朗革命卫队下底的探里斯堡通讯社的报道，这女球员伫咧澳洲面对到的是心理战，也个有大规模的宣传，也个有成人的报仇。对着外界传出这女球员回去了后会起风算小，第一副总统阿瑞夫来陪会，表示应该双手摊开，欢迎家己的囡仔倒转来，政府会保障因的安全。国际新闻黄文玲编译。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已经出来，在芬兰呢是因为社会福利真周至，而且社会信任度嘛真悬，因已经连续第9档摕到全球上幸福的国家。今年这个报告呢是关注到这数位时代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因为咱台湾是排伫全球第26，比去年佫进步一名，是东亚地区上幸福的国家。伫冰天雪地芬兰，民众对生活的满意是真有温度。3月19发布的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指出，芬兰会当当年摕到冠军，关键是伫财富的分配平均，有高品质、负担得起的医疗甲心理咨询系统。另外，北欧社会互信程度真悬，互百姓伫拄着困难的时，有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通倚靠。这种安全感是比单纯的物质财富更较珍贵。The thing that people typically underrate, which i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support and the quality of our social lives. And so in Finland and the other Scandinavian northern countries and some other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we find very high levels of social support where people have friends to rely on in case of trouble. They trust each other, they trust the institutions that surround them, and that's invaluable. 观察全球幸福排行榜，前10名有关是北欧5国，还有以色列、荷兰、中美洲国家高斯达黎加。今年的表现是真显目，跳升到全球第4名，是美洲第1。亚洲部分，台湾排第26名，比去年升1名。伫东亚各国中，赢过新加坡、日本甲韩国，蝉联东亚上幸福国家的地位。报告分析，稳定的经济发展甲社会制度是台湾维持高幸福感的核心来源。不过，报告嘛也一项互感觉不安的趋势。伫美国、加拿大甲澳洲等西方国家，25岁以下少年人的幸福感是直直落。专家指出，演算法驱动的社群媒体内容，互少年人调低被动消费、甲社交欢乐的毒性加买酒，加上人工智慧 ChatGPT 等的发展，对未来就业市场的威胁，搁有对气候变迁的烦恼，互这样的少年人感受到毋捌有的生存压力。But there's also the affordability. Young people don't quite feel like the intergenerational deal that's been struck for so many generations is in play, where they will necessarily have it better. The anxieties about the labor market. If you're graduating today from university or a tertiary degree, good luck trying to catch up with ChatGPT. 报告落尾手呼吁各国政府应该重新审视社群媒体规范，重新指认社交连结是数位生活的核心。伫追求经济指标的时阵，要安怎解决数位时代带来心理隔阂甲世代不公平，会是未来提升全民幸福感的上大挑战。公司新闻地位真编译。最近这中东战争呢，受到国际油价大起，美国联准会决定这利率是无要变，今年也敢若会降息一届尔。主席鲍尔是表示讲，目前这经济呢无确定性也是真大，因为这个消息也冲击到亚洲的股市，这个台股呢盘中是大震动，落超过600点，因为韩国的股市呢也跌2.8%，另外日本是跌超过1500点。美国联准会上新的利率决策发布出来，伫通膨的压力甲国际局势无确定性压关之下，决议暂时按呢将基准利率维持伫3.5%到3.75%之间，无改变。While job gains have remained low,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been little changed in recent months, and inflation remains somewhat elevated. Today, the FOMC decided to leave our policy rate unchanged.
联准会主席鲍尔坦白讲，中东的局势和经济前景增加真侪无确定性，通膨下降的进展嘛不如原本的预期，冲击到市场的情绪。19大股开价伫34,279点，了后上演34000的保卫战，盘中走价33,705点，落超过600点。电子款德股台积电嘛承受压力，开价1875块，盘中走价要达到1855块。几乎大多数的官员都是认为说，今年就是降息一码的空间，主席换届之后，可能会换上更鸽派的联准会主席，进而让联准会可能今年有超过2码的一个降息空间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有落空的现象。专家分析，对美国大陆到中东原油、天然气供应，甚至是美国记忆体龙头美光公布财报了后，盘后重挫。综合因素做伙诱动亚洲股市，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下挫2.8%，日经指数早盘一度大盘超过1500点。台日韩其实都相当仰赖来自于卡达的一个液化天然气进口。卡达也证实了，就是在伊朗的攻击之后，那卡达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的生产设备出现严重毁损。避险的心态乐观，国际美金再度反弹，台票对美金汇率一透早变达2.8分，开出31.86块，盘中变达幅度要来到1.1角，早盘股汇相杀。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界消息来关心的是，这民众党李正秀女士拜一伫立法院咧要求内政部长刘世芳出来避询，不过煞互对方甲拒绝，变作是空气的质询。这中国各台办伫咧知影了后，批评民进党呢是来打压中配，佮讲要来执行必要的措施。因为咱陆委会是强调讲李正秀无立委的身份，所以也无权甲人质询。必须要在台湾完成转换身份，要满10年，你才能参选。所以很明显的，他的身份，他的参选的资格，就是不符合我们2条例。好，大部分的陆配朋友拿回来的这个注销户籍的证明啊，都有明确的注销的时间。他那一份还是看不出来，因为他只是说他这个结婚之后注销。没有一个明确的注销时间点。其实不需要理会民进党的抹红啦，就像我说的，全世界都可以去赚大陆的钱，为什么台湾人民不能去大陆赚钱？就因为民进党要抹红，只能民进党的家属去赚钱，其他国民不能去赚钱吗？好，来看这回，这李正秀呢是安尼车到满面全豆花，未来伊敢会阁继续对空气来质询呢？伊本人是回应讲，无要回应这种设想的问题。那民进党团伊是强调讲，这立委呢有上国籍，尤其是对台湾有威胁的中国籍，安尼就一定有风险。所以呼吁民众党甲李正秀改制换后一个起来。另外来看，在韩国的电子入境卡呢，甲咱列做是中国台湾，咱外交部随来反制，宣布甲韩国人的这个外交居留证改做是南韩。部长林佳龙是表示讲，相信会有效果。佮讲，这韩国的民间呢也支持这台湾就是台湾，希望因的政府会当重视台湾的民意。南韩的外交部已经有对外表达，他们会正视这个问题。外交部长林佳龙甲韩国政府改做是南韩，因为南韩的电子入境卡系统甲我国标示做 China Taiwan， 到今也无改。外交部今嘛来反制，自3月初一开始，新的外交居留证顶悬，韩国拢会改做是南韩。林佳龙认为，迄有一定的效果，希望韩国都爱听台湾的民意。我相信会有一些效果。事实上，民间都是支持哈。台湾就是台湾，这个交涉是有引起对方的注意。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有对于双方面都能够接受的结果。我们下一步我们定3月31号会有进一步我们的作为我有先OK 都有先知会他。不过，同款的状况嘛发生在台北，2024年开始，台北政府甲发予台湾人的居留证国籍改做是中国。林佳龙表示，目前已经降低台北驻台代表处的特权，嘛继续在交涉当中。因为是2年前突然间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外交部长这样的一个改变，造成了我们被矮化嘛，也透过 G7 国家去沟通，那我们也相对的降低他在台湾的外交的特权。他们在交涉中有给我们的一个版本可以怎么样谈，在南非的这个代表处还有这个包括在开普敦的我们的
办事处啊，都还是如常的运作。南非政府要求我国驻处先离开首都，我方预告会来实施晶片制裁了后，因就暂时按下对着协商的进度。林佳龙讲，双方即卖还搁咧讨论要安怎讲，也强调讲会坚定捍卫咱台湾应该爱有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减少这国安危机，行政院即马是来提出国安法的修法，立法院是来开公听会讨论，包括着要来定这参与的组织规范着责任，也搁有扣退休金等等。有学者表示讲，一定得爱来强化防治。不过呢，嘛有学者质疑讲，这是咧煽动战争，有可能会致使网络戒严。中国对台湾渗透愈来愈严重，影响咱的国安。行政院去年底提出国安法修法，补强国安制度的空隙，包括增订参与组织、修正法定组织罪构成要件、规范中间人责任、提早剥夺退休给付、到鼓吹战争言论等等。民进党团来做这个会期优先的法案，19召开公听会。对于例如现役军人等对境外势力效忠，或一般人民参与外国及境外敌对势力的犯罪组织行为，并无明规定禁止。对于这种进一步要进入违法行为的这个没有办法提早的予以防范，有一个草案的部分予以明文的规范。针对渗透行为有阶段性，为接触建立关系、接受指示到执行任务，不过过去爱到危害国家才会当介入处罚，较会形成国安的问题。所以学者认为，爱强化早期防范，甲参与行为、中间人角色、甲接受指示、转介行为，拢爱明确入法，才会当阻断渗透链。这几年各个国家的经验也确实是这样子，它的传统的情报框架已经都把那个防卫重心移到更前端的组织或者是代理人结构来进行整个的法治升级。另外，这届修法立即鼓吹战争的言论，相当会当罚100万，防止其限缩言论自由。不过有学者是持反对的意见，讲人民公开鼓吹地书战争的影响力并不大。如果我今天公开鼓吹帛琉共和国，请他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也违法啊。可是你也是笑呀，帛琉没有军队啊。美国都评论了，这个2027年，这个大陆不会打台湾，那这个是不是鼓吹战争？民进党恐怕是打着抗中保台的大旗，大搞网络戒严。在野嘛表达反弹的声音，罗斯堡认为讲，鼓吹战争的定义无够清楚，也若单称梁志仪，民进党牙控中保台的旗仔，是咧做网络的戒严，绝对袂接受绿色独裁。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即马是宣布要来放宽外籍移工申请的条件，也就是讲厝内底呢有12岁以下囡仔，得当申请外籍移工来甲照顾，就业的安定费是依期伫5000块。不过即马有托育团体是认为讲安尼做呢是无法度提高生育率，恐惊是有人借这个囡仔的名义，请外籍移工来倒拼厝内。为着要减轻父母照顾囡仔的负担，办事行政议会讨论放宽外籍移工的申请资格。未来只要厝内有12岁以下的囡仔，得当申请移工来照顾，就业安定费维持5000块。若是厝内有心脏、儿童等特殊的状况，只要符合4个条件，就安费是2000块。劳动部预估有144万户家庭有申请资格，上近4月13开放民众申请受理。这个外籍帮佣的被需求的定位就是家务或者是家人照料的帮手。那很多表达有需求的家庭，其实他们都跟我们说，即使他们有希望能够聘请外籍的帮佣，但还是会把小孩送托。所以可见的，这其实是一个互补的关系。这个政策听起来是袂歹，不过有劳工团体烦恼讲开放会造成人武托育人员无头路。姚民团指出，这政策恐惊会好着好野人，也烦恼讲有人用照顾囡仔的名义申请外籍移工到厝内做其他的工课。任何需要照顾的人，从此以后都可以用有小孩的名义聘外籍帮佣来照顾，可能会有30万的外籍帮佣进来，那滥用人力的现象一定也会发生。以后若是要放宽这家庭帮佣的这个部分可能会让咱这女性的这就业的机会大幅的减少。另外，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也烦恼讲，扩大开放了后，一寡照顾长辈适龄同情的家庭会请无移工，因为移工可能会想要去照顾囡仔，致使同情适龄的家庭出现较严重的欠工危机。对此，劳动部是呼吁同情家庭唔免烦恼，外籍看护工和外籍使用人的训练课程是无同的，基本上未出现市场抢移工的情形。记者李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
主计总处统计，在2024年，为着照顾4大人4头路的这劳工呢，甲照顾囡仔21个人比起来，这人数是加2.4倍。有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爱来推动长照的安排假，因是来估计，若准这政府会当补6成的薪水，一档有3万人来申请，安尼预算差不多是需要开到9亿。卫福部有表示讲，愿意做伙研究、做伙讨论。长照假最给力。长照假最给力。拜四家长协会甲立委伫立法院开记者会发口号，呼吁政府推动长照安排假，互劳工会当照顾时大，嘛免甲头路辞掉。因为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2成，照顾者的压力是愈来愈大。依据劳动部在114年最新调查，60.9%的劳工会因长期照顾而考虑离职。那也有76.2%的劳工，就算没有薪水，也要长照安排假。那这些数据凸显目前台湾的劳工困境。根据主计处的统计，2024年因为照顾时大，怎啊甲头路辞掉的劳工是照顾囡仔21个人数的2.4倍，算起来每10个劳工都有一个受到影响。劳动部调查显示，外7社内的劳工是期待这项制度，雇主反对比例嘛为2021年的6.7%。降到2015年的4.4%。要击垮他，要让他离职，只需要一个家庭事故就够了。你花了20年培养的人，家庭出了一件事情，他就直接从你的工作上消失。在110年的时候，明确表达不支持的比例是将近快70%，可是，在今天114年。其实这几年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家总嘛统计，若政府补贴且长照安排假的劳工6成薪水，一年10万人申请，逐年敢若需要9亿外预算。无政府估算的协权，就会当互劳工工作较定着。卫福部嘛回应，但确实有长照安排假的需求，不过要爱研究讨论。立委林月琪嘛宣布，后礼拜会伫立法院做专题报告。即阵卫福部甲劳动部记者郭景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来关心一场交通意外，这是今仔日早起8点外，苏花公路东澳到南澳这段呢是发生大货车并落山坎的事故，消防队是赶紧去救援，加在这驾驶呢意识是真清楚，送病院治疗。也毋过这台大货车到底是安怎并落，原因这是还阁需要调查的。也来现场也启动交通的管制，一直等到早起呢10点外的时阵，才恢复双向通车。我手收。大货车并落山架，消防人员布锁啊，累10外米就去救援。现场车厢甲车头是分开的，卡伫树林内，驾驶掉伫车内。消防人员费袂少功夫，轻脚洗手，顺利救援。嘛伫第一时间检查详细，确认驾驶的状况。看哪里最重？大货车驾驶意识清楚，会当简单对话。这件意外发生伫19下午8点外，台九线苏花公路东澳到南澳这段，一台大货车唔知什么原因失控，让护栏并落山架。这个事故嘛造成公路局相关单位暂时禁路，地属东澳路段塞车。已经准备送往博爱医院。啊，真的哦。对对对。他们已经人救上来，人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啊！哈。轻微擦挫伤而已。啊。点仔加路顶悬有大片油脂，工作人员赶紧铺通吸油的材料处理，避免后壁车辆经过时拍格，确保行车安全。一直到下午10点17分，现场恢复双向通车。若详细的事故原因，爱等待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往竹东的这条快速道路呢，是有一台车过洋去，毋过煞唔愿叫人来拖，而且在现场也无放这个警告的这个标志。有人是好心提醒讲爱甲车驶去别位，也毋过这个驾驶呢，毋但是拒绝，而且佫硬甲车驶走，这台车就安尼沿路呛烟，互人看到是心惊惊。路边停一台已经破烂的车，也无放警告标志，看起来足危险。有民众伫快速道路看到旧车停在路边，想要落车斗三工，但驾驶拒绝，佮继续驶，就安尼规路哪驶哪呛烟，驶伫快速道路顶悬。他讲说，这个车辆的占用到车道，这边是没有路肩的路段，你的车子要先一次到安全处所。然后他就说他有叫免费拖掉，很生气的就直接把车开了就后轮爆开，把车开了就跑，然后我们在后面看，他就是整路轮胎都是冒烟的。
警指出，民众驶车若是出现车辆故障，需要暂时停伫路边，依照规定，驾驶爱伫车后壁80公尺以上的所在放警告标志，提醒用路人注意安全，若无会罚1500到3000块。如遇车辆故障而暂时停放路肩时，应将车辆尽可能紧靠路肩右侧，并于故障车辆后方80公尺以上设置警告标示，以提醒后方来车的驾驶。警也提醒民众，故障的车搁继续驶，若危害家己的安全，嘛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提醒若是拄到车害去，千万袂当继续驶，则袂造成危险。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目前开放后，这重型的奥多摆停伫路边的这机车街管区，除了4月开始全面来开放的桃园以外，也阁有分阶段来试办的这个台北甲新北。大多数呢，这民众拢表示真认同，也希望讲其他的管区也会当对咧做。好，另外，咱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讲这南投县呢是伫咧去年底兴小型的清气，即马已经无公共的政务啊。这县政府即马嘛拍算甲这的资源甲转做是福利。南投县长呢是昨宣布讲，自115学年度开始，也就是讲今年这8月开始，按算要来投入2300多万，来增加县内各中各小这行政人员的编制。这是南投县中型国中的教务处。有人咧拍报表，有人咧整理文件，有人咧讨论教学的代志。规间办公室无闲试试。爱准备囡仔的上课的物件，啊，搁爱行政的代志，会较休时间较歹相搭安尼啦。大家拢爱加班啊，偌久啊？哦，我拢伫厝家己一台电脑，囡仔看我讲知阿母要加班。即马真侪学校的老师，就爱哪上课，哪处理行政业务，压力真重。南投县政府因为自去年底公共债务已经还完啊，所以南投县长宣布，对115年度，也就是今年的8月开始，要扩大各中各小行政人员的编制，减轻老师兼行政工作的压力。所以这些庞大的行政作业，导致很多老师这个行政工作也没有人要做。所以呢，为了鼓励更多的老师能够保有这样的教学的品质，那所以我们这样的重新把行政人员的这个编制呢，扩编之后，一年虽然会增加县政府2000多万的一个预算，但是我想呢，这个是鼓励老师能够用心在孩子，会用好到咱的规个校园内底行政人员的部分加班会用越来越少。啊，当然上好就是咱来增加这个能力，有法度咱来互囡仔权益照顾会到。南投县长柯淑华指出，增加偌侪行政人员是爱看学生人数最少来安排。学校学生较多的，上最会当增加到11个行政人员；学生人数较少的学校，嘛会当增加1个人。县府表示，虽然无介多，啊，毋过已经会当大大减轻老师的负担，互老师会当专心准备教学。买当留着教学人才，最后的好处嘛是学校的学生啊。记者安怡秀报道。再来看台中新港的一个自办市地，这个中华案当事者詹世元，伫咧顶个月初八时阵，伫咧台北捷运放火，目前互人家羁押。今仔日早起，台北地检署搁再团议出庭，一寡团体呢是举办记者会，呼吁讲这案的背后，恐惊是牵涉到自办市地中华制度。自办重划毁家园，制度压迫生悲剧。也表示来自台中、台北的反逼清团体伫台北电影外口，呼吁各界关注。顶个月初八伫北捷放火遭到羁押的詹世元，一位台中新港自办市地中华案的当事人，十多年来一直对抗中华会甲建商，无希望工园荒废掉。本来就是拍拼10多年啊，已经保住工园，想要到这个中华会顶个月中起，伊只是悲愤，才做出极端的行为。就像一个打不死的蟑螂，这个重划会也像一个打不死的重划会，它不停的这个轮回重生，一直来掠夺老百姓的土地。10多年来，以4月庭前抗议，无出现学者齐世营透过声明稿指出，市地中华政府背后就是政府土地、中华会抢夺土地的模式，决定授权建商也是中华会主办土地征收。相关团体甲政党表示，无认同极端手段。也过呼吁检察官会当看到背后人民受压迫的痛苦。长年以来遭受到这样重划会制度的压迫，遭受到这样子常年诉讼的压迫，没办法有任何的退路，这就是现在自办重划的悲哀。黑道在打他，在
从事暴力的时候，我们警察机关在哪里？相关团体要到看守所接见黄吉亚的陈世元，转述伊表达过到北捷帮会，伊感觉失礼，也接受为家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也毋过伊伫想话，有关是互伊10多年来活伫痛苦的一个中华制度，希望会当废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民年金呢，今年已经是办第18档啊，也毋过这相关的制度恐惊是对袂着即马民生物价的一个变动。立法院是来排审国民年金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即马调野之间的唯一的共识，就是要甲这配偶连带处罚条款甲伊汰掉。无就业的家庭主妇也是无头路的人，拢会外靠国民年金保险以确保老年生活有基本保障。也毋过，即马国民年金相关制度恐惊无法度抵御着国内物价水准甲时代演进。调查立委拢提出国民年金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尤其针对第15条甲50条，拢认为爱删除强制配偶代缴保费甲罚金规定，以落实性别平等。目前的被保险人未缴费无罚则，配偶却要受罚。这不仅是违背了民法夫妻财产分离的原则，本质上更形同对于婚姻的处罚。不要因为一边没有就惩罚另外一边哦，所以这边我的部分跟院版一样，是以婚姻关系的有无作为差别待遇的一个理由。那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有违反合理正当理由的原则。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属于社会保险制度，民国97年开办公单，已经进入第18年。保险对象是25岁到无满65岁税务户籍、无参加劳保农保等职业保险者，提供老年年金、新长年金等5项保险给付，甲老年基本保障年金等3项津贴给付。对调业费提案增加，发出逐个月条款到6000块以上，甚至到12000块。赵总量特别讲，恐惊会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必须考虑到整个国家的财政可以负担啊，所以我们才在行政院所有全盘考虑之下呢，以那么基本调升23.5% 的方式一起调整。整个那个金额要增加的金额要到达1000多亿。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举债空间只有500多亿。根据卫福部统计，到民国114年，国民年金纳保金数大约284万多人，各项给付清零金数是210万多人，累计核发金额大约是代表1009亿。其中老年年金甲老年基本保障年金清零金数大约是188万多人。立法院为权委员会19排审国民年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包括行政院版本加上调业立法提案版本有18案。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市区昨晚是发生一件邻家厝着贼偷的案件，这门锁呢，互人家破坏去，而且厝内底安尼嚣甲乱糟糟，判件超过1万块，而且这个贼偷竟然立时过来犯案。这警方呢，头起先是表示讲，附近路口这监视器呢，拢已经过样去，也毋过当地这个里长煞讲，其实伫113年的时，就有装这新的监视器，而且运作是正常的，两边的讲法煞拢无对同。就是一回来的时候，门是开着的，对，铁门是开着的。当事民将带记者到门口口，看到门锁，互人规个乌掉，厝内底着贼仔，损失1万多块。住户表示是太太十八下晡2点外，返去厝才发现互人抄甲乱糟糟，就随敲电话报警。警方到位了就讲，因为这附近路口的监视器拢是歹的，互当事人感觉讲是安怎警方的监视器无作用，可能抓袂到贼仔。我觉得他应该是随机，因为他的目的就是钱而已。对，贵重物品，对，其他东西他都没有。损失了哪些东西？没有损失，基本上就是现金，就是只有路口会有监视器啊，但是他们就说大部分都是坏掉的。询问屏东市公民家厝边头尾，两边巷仔口拢有装监视器，管理权伫里长遐，较旧的是以早装的，有的确实故障。不过现任的里长讲，113年就有申请经费装新的器具，运作正常。里长嘛有提供监视器的画面，证明是好的。但是当事人和警方头尾拢无去找伊调画面。坏掉是前里长他所装的监视器坏掉，我所装的监视器是好的。他们完全没跟我反映啊，也没有说他们家招小偷啊。警察甚至警察也没来跟我讲啊。全力侦办中。有关外界关切监视器影像部分，
警方目前正锁定具关键影像的周边位置。分局表示，因为主要的车路才会装警方的监视器，一般巷仔内若有需要，会当家己设置。但是，互民众较无法度接受的是，调查头是讲宿做，警方无到询问，就直接讲可能拢歹去，会互一般的民众观感无好。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有诈骗集团是用假检警的这个身份拐人的信用卡，警方查到讲这嫌犯甲一寡店家是有合作的关系。即马专案呢，伫今仔日已经起诉9个人。警察拢问夜情展开搜查，掠到多名嫌犯，有酒馆、超商甲酒类专卖业者涉嫌做内应，协助诈骗集团洗钱。警方小连续接到报案，被害人误信假检察官的款套，交出信用卡、甲领钱卡，逐个月下单金额伫个短时间向增加，加出买烟甲酒的开销，甚至高一笔费用就几万块起跳，甚至破100万，无甲1年时间超过50个人受害。总共损失9248万元。由诈骗的车手去绑定 Apple Pay 等等的这个电子支付的方式，那到商家进行盗刷。那这些商店他们在知情的状况之下，配合进行盗刷。警方调查涉案的不法集团，拿到强无的店家用行动支付来偷入卡，入卡进前佫会先指示被害人爱卖掉股票、解约保单，把钱转入口座做信用卡预缴的设定。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入卡的额度，一届购买大量的烟甲酒，再搁下价卖当现金。专案佫有一个职业的会计师，互人指控协助制作糖点，闪避追查。一种它可能是有店家的介入协助，会让整件犯罪更方便迅速的完成。这种的话，也会被起诉。那另一种白话文就是共犯之一啊，它就是在整起的犯罪行为里面，它甚至担任了其中一个环节重要角色。其实，规个案件是警方先查到连锁3司的业者涉案，经过密切的调查了后，这届佫掠到超商、酒馆等业者涉嫌强谋洗钱，每一笔抽上悬20%。专案以涉犯诈骗条例、洗钱等罪嫌侦办了后，检方嘛伫19侦结起诉9个人，其中主嫌佫互要求要处18档加15档的重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梦情电影甲电视呢，是来推出这歌剧团系列的电影音，用歌戏来反映少年人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到今呢，拢总是有5集，已经被500万人次来看。阿母啊，今年红包吃温存，我要死委屈。即马看到影片是用七字调人道唱的表演，这是梦红电影顶随伫镜头前用声带表演。若这明亮歌剧团用声音表演合作推出的英水歌剧团系列，目前拢总有5集，到达个月尔，已经伫要500万人次收看。展荣展瑞想着要来甲文化对话的时阵，阮文化有一个基本底伫遮，专业甲现代剧两个结合，当然有产生真侪无同款的对话甲感动。嘛因为这个过程，互真侪少年朋友去听到歌戏。这明亮歌剧团讲，古早时歌戏是唯一的娱乐，不过时代在改变，通选择的娱乐方式嘛愈来愈多。不过因要是继续坚持拼传承，嘛透过创新、有实验性的方式来表演。都是希望把歌戏的声甲影记录落来。虽然讲看起来是咧做笑话，但是伊内底即个唱腔啊，也是讲伊内底就我做工，其实拢是足有路的，是行即个古典的，也是传统的，譬如讲七里仔调啊，吼，也是讲咱会看到伊其实是不哩认真咧做歌戏的即个部分。学者讲，即摆合作会引起关注，是因为用过年、爱情等等，挖进少年人的价值观去做出发，而且毋但有笑亏。阁保留着歌戏的底底。另外，这明亮歌剧团3月底进前，伫宜兰团结园区拢有演出。伊嘛希望趁即个机会，互少年人会当行脚到舞台骹，亲身感受歌戏的生命力。记者吴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好，在看比赛的时阵呢，真侪人拢会走去到运动酒吧。伫英国有一间女性的酒吧，是专门咧报这女性的运动比赛，请一寡较嫌差的人客来甲交关，而且有的人呢，甚至佫会带囡仔做伙来支持。英国女性的职业体育运动发展了真好，包括骹球、网球、橄榄球或者是赛车等等。其中女子骹球队特别受到关注。
有西部这个外请的英格兰国家女子脚球队，伫去年的欧洲女子脚球锦标赛中拍败对手西班牙，摕到队史的第2座冠军。这互支持运动比赛的查某球迷嘛愈来愈多。即间伫英国布莱顿的女性运动酒吧 Crossbar 今年2月初才开幕，伊嘛是全英国头一间女性运动酒吧。甲一般以男性为主体运动酒吧无同 ，Crossbar 除了转播女性的运动比赛，佮以明亮的装潢、清气舒适的环境吸引球迷来。A big turning point for us was at the end of the last Women's Euros campaign, seeing such a full part. Obviously, suddenly all the pubs were playing women's sport. But then the day after, it was like, well, where do all these fans go? Where do all these people go? How do we continue to develop this? And then you really realise that there's a ceiling on the growth of the culture around women's sport. I'm a football fan, but not just in football, across the board. And yeah, maybe we could do something fun to change that. 甲男性运动酒吧的老弟，佮有一寡刻板印象比起来 ，Crossbar 想要推设性别平等的价值观，甲友善的气氛，互更较侪家庭愿意带囡仔来，嘛互家己一个人来的女性会当感觉安全安心。另外，介意恬静气氛的男性球迷嘛会来遮看比赛。It's like a community of like and I'm just like just one man. Trying to, I mean, I enjoy it. So, and I hate the kind of toxic kind of environment that you see it like, especially men's football. It's just like, it's not nice. Crossbar 伫开业迄天，简单4分钟就封顶了后每一天拢是满的。创办人讲，传统的运动酒吧有一寡细节无照顾到，亲像因的便所，除了有鼓励飘椅，还有准备女性的艺术用品。There's some sanitary products, there's some hairspray. They're very simple things that will not cost a lot over the period of a year, but make a big difference to obviously mostly women who are potentially coming to this space. 创办人塔兰德讲，伫男性的运动酒吧里，伊会甲支持共队的人开讲，所以真紧就会当找到好朋友。不过女性较袂安尼。伫 Crossbar， 伊嘛观察到，原本是一个人来的，尾仔嘛慢慢会当甲其他支持共队的女性球迷开始开讲。所以，伊讲希望透过 Crossbar， 互更较侪安尼的关联会当建立起来。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今仔日受到锋面通过甲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气温小可降低，其他的所在早暗嘛会偏凉。台湾东半部地区，新竹以北。恒春半岛、竹苗山区、甲马祖，天黑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